燈、驅動、回路、控制系統，預算只夠做好一樣，你會先揀邊樣？揀錯咗之後唔係換件設備，而係拆牆、拆天花。多數人會先買燈，因為一開就會見到效果，亦有人先上最貴嘅控制系統，以為一步到位。但我幫客戶排預算嘅時候，唔係睇邊樣最貴，而係睇邊樣以後最難改。天花未封，多留一條線嘅成本唔高；封板之後先發現冇留，付出嘅代價就唔止係條線，而係成個返工。所以第一筆錢要先用好喺底層，系統架構先定好，開關底盒預留靈火，熄溫燈帶預留3芯線，回路同容量留夠，驅動位置要方便檢修，燈具先買夠用嘅，場景先做每日最常用嘅，以後有預算再逐步升級燈光素質同自動化，唔使拆屋。如果確定要做全屋調光，控制方式同布線要喺開工之前定，但設備唔使一次過買齊。預算優先級唔係根據設備排，而係按照返工成本排。裝修預算要先買後爐，再買效果。你會保住底層，以後升級打1，一開始就做齊燈光同場景打2。